台南四大月老庙联手举办单身联谊的活动，要为青年男女牵红线。2025府城采良缘的活动由府城四大月老庙做伙规划，开幕仪式有月老甲四大工艺师做伙来加持。联谊会结婚的优先，唔免抽高，会当排入做联合婚礼，这个对象你错好不好？这届邀请到府城的传统艺术家电视八仙、底盘、金刚运气、书法等作品来帮助好姻缘。事件就是讲由我用简单的石榴来做的戏盘，陈水林老师做的这个银器，个潘月雄老师的月老的这个彩绘，个这个让李国天老师的这个书法的墨宝就好这迄个联谊活动会当圆满成功。这届主办单位嘛规划专业红包甲礼金，要帮助独身的男女嫁娶请囝。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